讀好啲書，考入大學，揾份好工，安安穩穩咁就一世。呢句説話係咪好熟呢？可能係你父母由細到大同你講，可能係老師或者社會不斷向你灌輸嘅人生金科玉律。穩定就好似一個溫暖嘅懷抱咁樣，一個安全嘅灣港，喺我哋呢一代人被教導要去追求嘅終極聖杯。但係今日我要做嗰一個將你呢個美夢一拳打碎嘅人，我要話你知一個殘酷到你唔願意承認嘅真相，就係穩定其實係21世紀最動聽亦都係最惡毒嘅謊言。佢係一個精心設計嘅思想病毒，一個將雄獅韞喺籠之中，慢慢將佢變成病貓嘅精神麻醉藥。你越係追求穩定，你就越脆弱；你越係覺得安穩，你就越接近死亡。你可能會覺得我喺度危言聳聽。好，我哋唔講理論，我哋講事實。你諗下，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你出咗世未呢？幾多人喺維街打滾，係年薪過百萬、過千萬，被視為社會精英嘅人，一夜之間失去晒佢哋所謂穩定嘅工作，變成負資產。你再諗下幾年前一場 Covid， 幾多航空公司嘅機師、酒店高層呢啲曾經被認為鐵飯碗嘅職業，突然之間被停職、被裁員。你再睇下你自己身邊嗰啲喺大公司做咗10幾20幾年、忠心耿耿嘅老臣子，一個死人高層調動、變動，一個架構重組，一句公司嚟緊要年輕化，就即刻被請走。佢哋除咗自己份工嘅專業技能之外，乜都唔識。40幾、50幾歲人要同啲後生仔爭飯碗，你話可唔可悲呢？甚至係關係，你以為同你嘅伴侶關係好穩定啊？你哋拍咗10幾年拖，結埋婚，供緊樓噶啦，但係突然之間佢同你講話佢覺得你哋之間冇咗火花，佢愛上咗另一個可以帶俾佢刺激感嘅人。你所謂嘅穩定瞬間崩潰。其實究竟你明唔明嘅呢？喺呢個充滿混亂、充滿不確定性嘅年代時代，根本就冇穩定呢一樣嘢。所有你以為係穩定嘅嘢，都只係脆弱嘅偽裝，就好似一座用玻璃做嘅雕像一樣，睇落係好靚啊，好精緻啊，但係只要一有輕微嘅震動，一場微不足道嘅衝擊，都會令到佢瞬間碎裂、灰飛煙滅。你以為我唔明追求穩定嗰一種嘅誘惑啊？我其實非常之明白，我成個成長背景其實就係一個追求穩定嘅完美範本。我喺香港最 top 嘅最好嘅男校讀書，身邊嗰啲人條路都好清晰嘅，考入神科做醫生、律師、banker 等等。我為咗追求社會定義嘅地位、前途，為咗滿足家人嘅期望，我都曾經選擇過一條睇落好似好穩定、好似好有前途、好似好撚威，去咗英國讀 law。嗰3年其實就係我人生第一次親身體驗到穩定呢個謊言有幾咁殘酷嘅。我喺一個完全冇興趣、聽都聽唔明嘅領域裏面掙扎，每一次上堂都係一種折磨，每一次考試都係一場賭博。我就好似一個唔識得游水嘅人咁樣，俾人抌落大海，只可以靠死記硬背，扮好似識游咁樣避免浸死。我用極大嘅痛苦換翻嚟一個 LLB 學位。我畢業嗰一刻，其實面前係有康莊大道，翻香港入埋大行做下啲律師啦，年薪好快過百萬噶啦，社會地位好似好崇高嘅，人生好似好穩定等等。我身上就好似一個精美嘅玻璃杯咁樣，哇，完美啊，符合社會期望啊，但係內心其實已經充滿裂痕。之後咁我就當然做咗一個所有人都跌晒眼鏡嘅決定啦，我拒絕做律師，我選擇自己創業，我將我呢一隻精心嘅玻璃杯親手掟落地。結果係啲咩？咁當然首先就係粉身碎骨先啦。喺我繼續講我點樣喺廢墟重生之前，我想你先診斷一下你自己嗰隻玻璃杯究竟有幾咁脆弱呢？你對穩定呢種毒藥嘅依賴有幾咁深呢？我喺我哋第一份嘅神諭危險君王之創世記入面設計咗一套嘅流程，一個叫做脆弱度壓力測試。入面呢20條問題就會好似一把錘咁樣敲擊你人生每一個角落，你嘅工作啊、你嘅關係啊、你嘅心態等等，睇下邊度會出現裂痕先。只有你知道咗自己最脆弱嘅地方，你先可以真正建立一種反脆弱嘅。咁所以喺下面嗰條 link 下載呢份免費報告，做一次誠實嘅自我評估啦。好，咁我經歷咗幾年借貸度日啦，俾屋企人質疑啦，睇唔到任何成果嘅黑暗時代，總負債係超過150萬嘅。咁所以嗰段日子咧，我係一個徹底嘅 loser 失敗者，我係脆弱到不堪一擊嘅。任何一次朋友飯局啊，問最近嘅近況咧，我都會盡量避免出席。任何一個家人失望嘅擔憂嘅眼神，都會令到我自己徹夜難眠。但係正因為呢個粉身碎骨嘅過程，喺呢一片嘅廢墟之中，有啲嘢開始生長，就係我被迫去學點樣喺冇任何 backup 嘅情況下去生存。我被迫去建立多元化嘅技能，因為我冇錢去請人啊嘛。我被迫去面對一次又一次嘅失敗同埋拒絕，我嘅面皮開始練得更加厚。咁慢慢我就發現咗，當你經歷咗一啲真正嘅地獄之後咧，人間所有嘅小困難睇起上嚟就會好似一場笑話咁樣。而今日我喺度就唔再係一隻精美嘅玻璃杯，我係嗰一場將我燃燒成灰燼
想嘅大火之中重新誕生嘅一種生物。我明白到真正嘅力量唔係嚟自去避免啲衝擊，而係嚟自經歷完衝擊之後變得更加強。而呢個就係用我嘅血與淚學識翻嚟最重要嘅一課，一個由思想家 Nassim Taleb 提出嘅概念就係反脆弱 anti-fragile 啦。我哋嚟睇下呢3個層面嘅分別啊。脆弱 fragile 就好似一隻玻璃杯啦，受到衝擊嘅時候佢就會變得差啲，就會破碎。追求穩定嘅人咧，其實就係呢種狀態，佢哋嘅人生策略就係去避免啲衝擊。呢一種啦就係叫做強韌 robust 或者 resilient， 就好似一個鐵球咁樣嘅，你點樣打佢都唔會爛，佢都會維持原狀。受到衝擊嘅時候佢唔會變。呢個其實好多人都係想追求嘅所謂抗壓啊嘛，抗壓性。咁但係依然其實唔夠嘅，因為佢嘅策略係去抵禦住嗰啲衝擊。但係第3種反脆弱 anti-fragile 先至係君王嘅境界，佢就好似一隻不死鳥或者希臘神話入面嗰隻九頭蛇咁樣，你用火燒佢咧，佢會重生嘅；你斬佢個頭，佢就會生翻2個出嚟。佢係會受到衝擊、混亂、壓力嗰啲嘅時候，唔單止唔會受損啊，反而會比起以前變得更加強大。佢嘅策略就係利用衝擊，所以你諗下個分別有幾大？脆弱嘅人祈求風平浪靜。強韌嘅人喺風暴之中係會屹立不倒，但係反脆弱嘅人佢會走入個風暴之中，然後對住個天講：屌你再大力啲一笨柒！因為佢知道呢場風暴只會令到佢進化，呢個先至係21世紀真正嘅生存之道。你嘅目標唔應該係為你嘅人生建立一幅圍牆去抵擋晒嗰啲風險，你嘅目標其實係應該將你自己打造成為一個反脆弱嘅生命體，一個可以喺任何嘅混亂同埋危機之中揾到機會變得更加強嘅存在。咁所以具體應該點樣做呢？我哋嘅核心戰略就係你要喺人生嘅3個核心領域系統性咁樣注入一啲反脆弱性，分別你嘅財務啦、技能同埋你嘅心理。好，第一領域財務嘅反脆弱就係你嘅 financial anti-fragile。我哋要用嘅就係槓桿策略。脆弱嘅財務狀況係點樣㗎？就係嗰啲100% 嘅收入嚟自單一嘅打工來源啦。你老細就係財務上嘅單點故障 （single point of failure）。咩意思啊？即係佢一出事嘅，咁你咪玩完咯。要建立財務嘅反脆弱，你嘅戰術就應該採用 Nassim Taleb 提出嘅槓鈴策略 （barbell strategy）。你想象一個 barbell，OK， 一個槓鈴，佢嘅重量係集中喺兩邊㗎嘛，中間係空嘅。然後第一個就係90% 都要極度保守，即係話將你90%嘅流動資產放喺一啲極度安全嘅一邊。呢度講緊嘅安全唔係講緊啲銀行存款啊，因為係會俾通脹侵蝕㗎嘛，而係講緊指唔會因為經濟崩潰而歸零嗰啲嘢，可以係現金啦，可以用嚟股災嘅時候捕捉啲時機啦，可能係短期國債，甚至係黃金啦，呢啲獨立於傳統金融系統嘅資產。呢一邊嘅目的其實就係講緊活下去 ，OK， 確保你喺最壞嘅情況下都唔會 game over。第二個技巧就係10%極度進取啦，將你1成嘅財富放喺一啲極高風險、高回報嘅另一邊啦。呢一邊就係你嘅登月火箭，你要將呢筆錢投資喺一啲有叫做非對稱風險嘅嘢上面，亦都即係話下跌空間係有限嘅，最多可能就係輸晒呢10%，但係上升空間係無限嘅，有機會升10倍、升100倍。例如投資喺一啲早期嘅初創公司啦，買入一啲極細市值嘅加密貨幣啦，或者最好嘅一種其實就係投資喺你自己身上啦。就好似當年我將所有嘅資源投資喺我自己嘅學習上面，花費過百萬去追隨一啲世界頂級嘅導師，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高風險嘅決定嚟嘅。但係我知道一旦成功咗嘅話，回報其實就係無限。呢個策略其實就係完全避開咗一啲中等風險嘅投資，譬如大部分嘅藍籌股。點解呢？原因就係因為中等風險好多時咧係隱藏住一啲巨大你睇唔到嘅叫做黑天鵝風險。槓鈴巴標嘅策略就係令到你一方面極度保守，唔會喺災難之中死，但係另一方面又極少地極度進取，有機會喺混亂之中獲取暴利。咁呢個就係財務上嘅反脆弱啦。好，第二個領域啦，就係技能反脆弱 （skill anti-fragility）。T 型戰士脆弱嘅技能狀況係點啊？咪就係點人一個 I 型嘅人才咯，唔係講緊性格嘅 I， 佢係講緊自己嘅專業裏邊可能好深好專嘅，可能一個好好嘅會計師、工程師啦。但係問題就係佢嘅行業俾 AI 取代嘅時候，俾時代淘汰嘅時候，佢咪完全冇轉身嘅餘地咯。佢就好似一隻淨係識得食一種粥嘅熊貓，當成片竹林冇咗啦，咁咪只有餓死咯。咁所以要建立技能反脆弱咧，你嘅戰術就係將自己打造成為一個 T 型嘅人才，一環一直嗰個 T 字嘅。第一個技巧就係一動，即係話深度，你必須要喺一個核心領域之中達到世界級至少 top 10%， 最好 top 5% 嘅水平。呢個其實就係你嘅屠龍記，你嘅立身之本，可以係可能係銷售好叻啊、寫作好叻啊、編程好叻啊，或者其他。你要喺呢個領域之中深入到冇乜人可以取代得到你。第二個技巧當然就係一環你嘅廣度啦，喺你嘅核心技能之外，你要廣泛咁樣涉獵唔同嘅領域知識，你要學識少少市場學，學識少少心理學，學識少少歷史、少少藝術等等。你唔需要成為呢啲嘅專家，但係你要識
識得佢哋有一個基本嘅模型嘅。咁點解呢一樣嘢咁重要？原因就係因為所有嘅創新都係嚟自唔同領域嘅概念進行交叉感染。一個淨係識得 programming 嘅人，咁你最多只係一個工程師，但係一個又識編程又識心理學嘅人呢，佢就可能創造咗下一個 TikTok。一個淨係識得喺度健身嘅教練，最多咪只係成為公司嘅教練，但係你又識得健身，又識得市場營銷，又識得寫作等等嘅教練，咁佢就可以建立一個好似我哋咁樣嘅網上王國啦。咁所以技能反脆弱嘅核心就係你嘅身份唔再被你份工定義，你係一個由多元技能組成，隨時可以適應新戰場嘅瑞士軍刀。第三個領域啦，就係你嘅心理反脆弱 psychological anti-fragility。脆弱嘅心理係點呢？就係一啲溫室嘅花仔啦。OK， 佢嘅人生就係一帆風順，從來都冇經歷過真正嘅打擊同埋痛苦。佢嘅自信係建立喺外界嘅讚美同埋順境之上嘅。只要一遇上拒絕、失敗或者批評，佢嘅心理就會徹底崩潰。要建立心理反脆弱，你嘅戰術就係要主動有意識地將自己暴露喺一啲可控嘅壓力同埋不適之中，我哋稱之為壓力接種 （stress inoculation） 或者自願地去受苦 （voluntary hardship） 啦。所以第一個技巧就係進行自願性嘅苦行啦。譬如每個月進行一次至少24個鐘以上嘅斷食，去感受飢餓，然後去克服佢。又或者例如每星期進行一次極限體能嘅挑戰，好似我打拳咁樣啦，去感受力竭嘅筋疲力盡，然後超越佢。又例如每一日沖一次凍水涼啦，去訓練你嘅神經系統駕馭嗰種嘅不適感。第二就係練習恐懼清單啊，寫低10樣合法同埋道德範圍之內你最驚做嘅事情，譬如可能公開演講啊、同陌生人搭訕啊、一個人去旅行等等。然後每個月揀一樣嘢去做，主動去尋求拒絕，你會發現拒絕其實根本殺你唔死嘅。第三，擁抱負面嘅反饋，即係話主動去問一啲你可以信任嘅人，你覺得我身上有邊啲最大嘅盲點呢？然後當佢哋講出嗰啲嘢嘅時候，你唔好去狡辯，唔好去辯護，唔好去解釋，只係一句話啊，多謝你咁誠實話俾我知。心理反脆弱嘅核心就係講緊你唔再逃避痛苦同埋壓力，你將佢視為你精神上嘅重分。你每一次克服佢，其實你嘅意志力同埋心理韌性就會變得更加強啦。當你人生真正嘅風暴嚟到呢，你到時就只會覺得啊，呢個只不過係一次嘅訓練。咁所以財務技能、心理呢3個範疇嘅反脆弱性，就構成咗一個君王喺亂世之中屹立不倒，甚至逆勢而上嘅根基。未來嘅君王兄弟，你望下你依家嘅生活，唔好再呃自己啦。咁所以誠實啲問下自己，我嘅人生最脆弱一環喺邊度呢？係咪嗰一份你又真係又唔敢走嘅工作呢？係咪嗰個你已經冇晒感覺，但係又好驚孤獨，所以唔敢分手嘅伴侶呢？係咪你遇上一啲少少壓力就想逃避嗰種嘅軟弱心態呢？揾出佢，然後直視佢，承認佢嘅存在，然後我挑戰你喺未來7日之內，為呢一個最脆弱嘅環節制定一個能夠令到佢變成反脆弱嘅微小行動。譬如如果係財務脆弱嘅話，你嘅行動可以係我用一個下晝嘅時間3-4粒鐘去研究一個可以發展嘅副業。如果係技能脆弱嘅話，你可以行動報名我要參加一個寫作或者演講嘅線上課程。如果係心理脆弱嘅話，你可以行動就係聽日朝早沖一個10秒鐘嘅凍水涼等等。一個好細微嘅行動其實就夠噶啦，因為反脆弱唔係一個終點嚟嘅，佢係一個每一日你都要做嘅練習，一個由脆弱走去強硬，最終達到反脆弱嘅進化之旅。咁所以停止為你嘅人生喺度祈求風調雨順、風平浪靜，因為一個偉大嘅船長要喺驚濤駭浪之中練成嘅。擁抱多啲混亂，利用壓力去喺每一次衝擊之中變得更加強，呢個先至係我哋君王嘅生存之道。